是在地新闻，为着要来加强着校园的防疫，高中以下学校后学期的开学延4天，改到2月2日。大学嘛延到22号了后才来开学，安尼一来嘛影响到大学的指考，延到7月初3到初5。另外，原定学生伫个2月20要来补课。 教育部讲，学生唔免补咯，但是家长也是爱来补班，这是互袂少的家长真头大哦。安尼真要来帮忙带囡仔咧。教育部讲，若是伫个延后开学的这个期间，需要来照顾到12岁以下的囡仔，父母其中一个通啊来请防疫照顾假，薪水未受到影响。为什么很开心？因为可以放假。一听到要延后开学，囡仔拢足欢喜，不过家长就要烦恼啊。 太突然了，那几天空窗期，他们托婴怎么办？是安怎要延后？敢是因为疫情搁变严重？没有延后14天，就不是因为纯粹所谓有本土的疫情所衍生出来的问题，而是在学校清消各方面行政上面的问题。能够全面的环境清洁还有消毒哈，我们会延后4天，到2月22日。 来开学，延后开学包括高中以下学校、公立幼稚园、大专院校和60社会大学等等学习机构拢比照办理。原本2月20补班补课，学生无需要上课，不过家长要是爱上班，安尼囡仔想要来接，有一点点困扰，就是因为都还要上班呢。而这个延后开学的2月18到21号期间，如果您家中的子女是12岁以下的学童，或者是国高中或五专前3年持有身心障碍证明的子女，家长当中的其中1个人可以向雇主申请防疫照顾假。而稍早指挥中心也说了，申请这个防疫照顾假，薪资和工作福利都不会受到影响。延后开学，若是家长要是爱上班，无法度请假，看起来会使接囡仔的干呐。爷爷奶奶来接，公公婆婆来接。